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见新闻重点。因为东北风变强，明仔开始北部甲东半部会开始落雨，温度可能达到19度，拜五才会变较烧热。如果市较心甲外交部亚公甲捷克有签物件帮助乌克兰，外交部今日去提告泄露秘密罪。台中西屯一栋公寓昨倒火，带8楼一家老爸和查某囝送医了，救援是救无转来。新闻一开始，先看台中西屯福瑞街一栋公寓大楼8楼一户，昨半暝啊倒火，消防赶到现场拍火，对内底救出54岁老爸和10岁查某囝，这送医了后，药源是救无转来。倒火详细原因，搁来调查。公寓大楼8楼倒火，乌烟阁一直窜出来，警察赶到现场拍火救人。快点，不要围观！火实在伤猛，掉伫内底民众赶紧到窗仔下手化救人。初7半暝1点外，台中市西屯区的福瑞街，这栋16楼的公寓大楼熊大火，住伫咧8楼的姓尤一家伙仔当咧困，煞去互乌烟砸到精神，老母大声走出来，救援人员后来甲13岁后生嘛救出来。不过54岁的老爸和10岁查某囡仔，互人救出来时阵就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同一层楼8楼的浴室里找到了一男一女，是家人的关系。有2位病患呢送到我们台中荣总，1位女童到院前死亡，1位男童有吸入性肺灼伤。经过急救了后，13岁后生手甲脚趾片去烫着伤，已经脱离危险。不过老爸甲查某囝抢救了后，也是救无转来。七八天光，火调人员去采证，家属嘛登去到现场。当地里长表示，倒火的所在哪像是伫客厅。我问他说：“恁刀是安怎？”伊讲他火是在电视机那边烧起来的，电视机烧起来的，这个可能就是电线走火。里长表示，目前除了协助家属，嘛会甲公所做伙互即口罩相关的补助。另外，有受到火灾影响的10户，嘛拢已经协助安置。倒火的原因，得该进一步调查。记者台中报道。过来看台铁的丰原到后里路段，昨暝是有工程车倒火，去烧到东西线电车线。透早东正线先烧好势，丰原到后里维持单线双向咧走，有部分的车帮网困。昨暝在点半左右，台铁一台工程车经过丰原到后里西正线路段，中途煞是引擎倒火，加载是无人伤亡。东正线有先修好势，维持单线双向咧走。等到下晡1点，搁再完成西正线的修理作业，恢复通车。这事故的原因，搁来调查。继续来看嘉义新港有一个细汉的查甫人，昨那是亲像是食酒骑车，要载9岁到4岁后生去上课，中途煞是弄到电火跳出去，3个人拢总受伤。警方是依照公共危险罪甲送办。好，来不怕。无人带去救护车的查某囡仔，也搁淡薄仔惊吓。救护人员按打伊的情绪，事故现场3个人受伤，分别是细汉的查甫人甲一个9岁、一个4岁后生。原来查甫人食酒骑车，载后生到10公里远的国校读册，那出失控弄到路边的电火条，乌多摆变去了后，搁互后边的车弄到。患者1大2小孩，共计3人，皆为意识清楚、肢体轻微擦伤，包扎止血后送长庚医院治疗。3个人意识清楚，送去当地中间病院治疗，加载拢无性命的危险。不过警方事后注册，发现细汉的查甫人注册达超标。陈男疑因自撞路旁电线杆后冲出车道，遭后方张男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追撞。警方表示，爸仔囝3人拢有伫安全无。经过确认，后边的车敢若弄到乌多摆，无弄到爸仔囝3人。双方的肇事责任也该等后续判定。不过查甫人食酒骑车已经违法，会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热清的520就职典礼上精彩 ，CH-47运输直升机吊超大面的国旗飞过观礼台，陆军航特部对顶个月就开始加强训练。毋但是出动阿帕奇超级目镜船甲乌鹰直升机，海军嘛是第一届调动 S-74反舰直升机，要向国民展现咱军
坚强的战力。跟以往较大的不同的方式就在于，在2个小队在汇合的过程当中，在长舞边以不同的走向实施集合。另外就是在汇合集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2小队的相对速度仅有4海里。结合的过程当中，每个机型前后距离都必须保持在200公尺的精准距离，这都考验着空勤教官熟稔的飞行操作能力以及精准的时间掌控。刘碧辉表示，这届就职大会主题是强击台湾民主前行，会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国防部会进行空中操演任务，包括海航、陆航机队了超大面的国旗等等，要向国民展现咱军坚强的战力。讲到这个国民党立委徐卡新，因为亚康讲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签美金1000万的秘密合约，互资金拢无法度对查。这外交部今日是去到台北地检考徐卡新，犯到涉嫌国防以外秘密罪。不过昨暗徐卡新就先伫咧面册呛声，讲外交部会提告，就代表讲家己讲的一定是真的，嘛会继续佮讲落去。外交部调法司副司长柯碧玉初7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告国民党立委徐卡新，涉嫌犯刑法第132条第1项的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因为顶一日徐卡新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1000万美金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至于外交部并无说明安怎招标。不过外交部讲，徐卡新涉密在先，违法事实明确。徐巧芯委员身为立法委员，却知法犯法，玩法弄法。将这个公务机密公诸于媒体面前。徐卡新初6暗时就先伫人面前反击，讲外交部先批评伊造假了后，佮提告，等于是证明伊的讲法是真实的。抑佮讲绝对袂向执政党来落软，会继续甲代志拢压出来。有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外交部上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讲，有些机密的文件无适合对外公开。外交不是拿人民纳税人的钱去告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用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要立法委员晋升。写着机密文件的文件真的不适合，就是直接拿出来对外公开。的确是有违法之嫌。徐卡新还佫质疑讲，只要是民进党政府无想要互发现的代志，就会用秘密文件来暗砍，互政府变做无法度受到监督。外交部反击，伫签署合作备忘录了后，有向文立法院被查，批评徐卡新是伫作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大起台股早盘嘛，搁再起悬，上悬有起到20689点，收盘是20653点，有起130点。分析师表示，即马5月的报税，业者嘛小煞公布财务报告，佮加上台积电嘛讲，除了 AI 以外，其他电子产业复兴的状况会较慢，这股市若要佮继续起是有较困难。美股初6全部收悬，股内台北股市早盘延续气势，以起111点开出了后，指数随大起超过150点，上悬捌来到20689点。宽达股全部走悬，台积电开盘起10块，来到796块。传统产业的航运、营建股还有金融股嘛持续走强，不过伫卖压出现的情形之下，起的幅度有较收缩，略收平盘。指数的部分，因为逼近前波的高点20884所以也引发了一些的卖压今天呢是靠台积电上涨来撑盘，中小型的电子股走势依旧是比较疲弱。分析师表示，5月份是报税大月，个股当密集公布4月份的营收，甲第一季的财报，所以个股的走势是真无共款，欠缺主流的带动，指数挖进前一波的观点，要持续起突破的可能性无大。加上台积电进前发说会表示，除了 AI 以外，其他的电子产业复苏的情形其实有较慢，所以今年嘛无排除5轻6绝电子淡季效应会出现。现在新台票换美金，早盘嘛对台股压悬，以32.32块开盘，起2.7分开出，然后进一步来到32.315块，升达3.2分。不过亚洲货币走弱。台票嘛落到32.375块，落2.8分，目前伫32.325块迄块内啊。
过去亚洲金融危机曾经发生过，从泰铢的崩盘一路影响到整个亚洲市场的一个货币，这绝对会引发整个亚洲市场的经济危机哈，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各国的央行也开始去思考要不要来做干预。对我们人民来讲，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进口的东西变贵。分析师认为讲 ，FED 对降息的情形也无明确，加上中东战争，拢让美金变做一个上好的避险货币。而且这段时间各国的货币拢达差不多1成左右。对进口商来讲，伫成本压悬的情形之下，国内卖继续百面都爱压悬。这时阵进口通货膨胀的问题佫一摆出现，嘛致使各国的中央银行开始爱思考，敢要对货币来去做干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各地球原是侪份好天，气象署指出，因为东北风变强，拜三开始，北部甲东半部地区会开始落雨，温度可能会达到19度，到拜五才会变甲较烧热。今日到后礼拜一，时高有一阵锋面会接近，这天气就会个变化。拜二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中央气象署讲，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自拜三开始，北部加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阵雨，水汽才到拜四才会慢慢减少。因为温度的部分，北部加东北部上低温度可能会降到10几度。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清晨，觉得比今天清晨的低温还普遍低2到3度左右哦。马祖、金门、北部、东北部低温大约19、20度左右。中央气象署讲，自拜三开始到拜四，各地高温拢会降2、3度，尤其是拜三暗到拜四透早，天气会上凉。自拜五开始，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日时温度将会回升。到礼拜到后礼拜日，方面瓦群的影响，到时北部加东半部又会转做有雨的天气。因为自5月开始，正值黄霜啊雨季节，有气象专家一个 FB 讲，以过去的统计气象资料来看。5月风台形成的数量有慢慢增加的情形，不过今年到即马，是北太平洋地区也有南海地区，则连半个风台拢无。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的确是有点太强，然后它把原本可能适合台风发展的那种热带低纬度的洋面，大概都已经占据了，所以整个环境上来说的话，并不是很有利于就是台风发展的这种情况。专家认为，今年太平洋的高压正强，所以到即马拢无出现半个风台。若今年风台会安怎影响台湾，可能就要等到5月底，规个热天的西南季风拢建立好势，再加上太平洋的高压位置做调整了，才当准确的预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的天气变热，过来黄霜雨嘛要来，这一边恐惊佫开始旱。今年全台湾本土天狗热病例统计到4月底已经有163例，也去年疫情上界严重的台南，伫咧今年的3月初6，总算是宣布疫情收煞。随佫接到即马上新的一波疫情，出来7个大病入境。各地政府拢开始咧拼防疫，天狗节安怎来防治？今日解剖新闻，咱就请雅纯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咱今仔日来解剖新闻，特别来关心天狗节。咱最近的天气开始变较烧热，而且嘛进入黄霜雨季，各地头嘛拢展开有风天狗节的大作战。咱来看到去年因为国境开放，对国外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大大增加。而且去年雨水嘛有较高，天气真热，致使咱国内天狗热疫情是真严重，敢若本土病例就超过21000例，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冠纪录。其中疫情上界严重的就是台南，一直到今年的3月初6才宣布疫情收煞。不过无偌久，即阵台南又阁有出现7个天狗热境外移入病例啊。目前，咱全台湾的天狗热病例大部分拢是对东南亚来的境外移入。这关需要提醒讲，尤其是对印尼甲马来西亚，因的疫情有较严重，带病来台湾的病例嘛较侪，得爱特别注意。所以即阵咱各地方政府批是拢病甲真严，亲像台南市、新北市等等，这2天嘛拢加强咧巡查病扫环境吼，也阁有。提醒观众朋友，咱大家嘛，着爱家己注意生活环境，爱有防天狗热产生炭病目。第一步就是爱巡，
爱顺看咱厝内面外口的桶仔、骹仔，也是干仔，敢有积水等等。若是有积水的，就爱家己倒掉；无爱滴的，才会桶仔、骹仔，就爱清清遐甲。若是讲也有要留咧，咱这桶仔、骹仔，也是有可能去互蚊仔生卵伫咧内底啊。所以咱就爱家己愈洗洗咧，而且爱倒壳，才袂过积水生成蚊虫。毋过大家都爱注意哦，咱这水就爱倒伫咧涂骹好干，唔通搁倒落去水沟仔内底。若无，只是互水池换一个所在继续生炭，共款有产生天高热的风险。另外，除了咱的生活环境爱摒扫以外，咱若是要去室外、去山区较侪树啊、草啊、蚊虫较高的所在，咱就爱尽量穿浅色的衫，也是讲嘛爱穿长袜啊、长裤，也搁爱喷防蚊水，安尼才会当来预防天高热。今仔日咱的解剖新闻就讲到这，刷落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俊的报道。咱继续来看，卫福部即马嘛是佮宣布提供1000万剂的快筛，全台湾有4500间的药局拢会使来领。有药师就讲，这根本就是要把过期的快筛拢等候基站来处理。这卫福部长许水官是表示，大部分的期限拢有到年底，若是有问题，会当向疾管署来反映。社区药房的门口有放一箱 COVID-19 公益快筛试剂。民众唔免找健保卡，会当免费摕。不过即马已经退休了，真侪人出来一个库存，拢讲用袂下着。家里有了啊，你再拿，你是多余的。我自己是不会啦，但是可能有些人有需要的话，那应该还是会去领。但是快筛试剂摕起看卖咧，有效期只个到6月初8。有一个人本来想要摕，尾仔就放弃。社区的药师讲，卫生部伫顶礼拜才公告政策，时间真赶。而且病或者是药房，若是无回答，就当作是你动去。过无几工就收到几落箱的快筛试剂，根本就一家问题拢等候基层去解决。我相信是发不完的哈，因为它只剩下1个月的效期，政府要发应该是今年1月那时候就应该要发，不要就是说这样子一做就把一些这种烂摊子丢给我们基层社区药局。卫生部长许水官讲，这是假设药房伫咧快筛部分。当期继续为民服务，大部分的快筛试剂有效期拢是到年底。若是药师有无共款的意见，会当向疾管署反映。那因为过去也都一直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有相反意见的，当然可以跟 CDC 来做反映。1000万剂效期自5月底到今年底快筛试剂，即马拢已经寄出去啊。谢水员提醒讲，那正入秋冬季节的时阵，疫情可能会搁再升起来，到时会用到。全台湾4500多间健保特约的药房，拢会当领到免费的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央航勤企业工会内部已经争议真久啊，基层的员工都要等到1年多，才有通加入工会。即马总算等到月底啊，要行使开会权利。不过工会所甲开会地点定伫离机场真远的3龙联合市民活动中心，这是佫引起基层的不满。陶师傅责无旁贷。叶飘记大声发口号，路团一帮人初7透早去市府抗议，基层员工用年外才成功加入工会，总算要行使开会权利。不过工会甲市府协调了后，经一个离因上班的地点真远的桃园区，这期根本就是挑工要互会员大会溜会，要求爱改伫大园区的活动中心。这个日期可以去协调，我们可以去找一天他们可以出街的地方，好让我们去开。那是不是对我们第一我们员工交通方面来也不用骑到特别的远，而且也在机场附近。工会跟资方现在完全是一体的，他只要让这工会无法运作，就能达成资方的效果。所以桃园市政府如果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去要求这工会正常运作，那接下来这工会要么就是一直摆烂，要么就是逼到再次发生依法休假。路团指出，中央航勤企业工会甲理事大部分拢是科长级以上的主管，长期霸占工会资源，设立真侪年拢无正常运作，嘛无替基层的员工争取权益。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个中勤的员工发起联署，要罢免中勤工会干部。摆到明的就是让会开不成啊！好，这部分我们劳动局会再找长勤工会，然后来协商。那有关今天会员提供的地点的部分，我们会要求长勤工会要纳入考量。
中兴工会目前的会员已经超过600个人，现场至少要有200多人亲身参加，加上委托的，才会当合法召开会员大会。定伫3量联合市民活动中心内召开，离机场是真远。员工要利用上下班前后的时段来参加是真恶，要求桃园市政府甲中兴工会中心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一个细潘的小姐对旅行团去澎湖佚佗，去到小港机场才发现讲这机票的名去用拍唔到，所以就要家己出钱来改。结果因为这时间受赶，搁要伊跋倒受伤，这丽营航空即马嘛出面回释咧，讲是作业的疏失，会甲改票费用退还。卡手因为摔倒出现乌青，屏东潘小姐初透早7点车去小港机场，要坐8点的飞轮机去澎湖，现场所发现登机证的名互丽营航空拍唔到字，柜台要求伊拿188块改票，一直到登机进前5分钟才改好票，互伊为着赶去挂行李摔倒。上户叫我啊，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要跟他讲说不要再叫了？因为这样子会造成我在挂行李那个人也很焦虑，我也很焦虑，所以我就冲，所以才产生我这样子的受伤。第一天整个是肿的看不出来，第二天才整个都淤青。乌青过6天还是真明显，唔拿骹手拢是伤，肉块嘛摔歹去，都因为行李名唔对，无法度领行李。还是错啊！好，那错的话，你到挂行李的时候还是错，到澎湖的时候也不能领。律师表示，若因为航空业者疏失，印唔到名，产生的改票费用也是耽误到行程，业者应该负赔偿的责任，但跋倒受伤，恐惊得要由法院来认定。时间紧迫而跌倒，这部分可能因果关系会比较薄弱一点。到底是不是航空公司导致的，或者是说，这个跌倒的事情跟本件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由法院这个审理。连线的疏失加上受伤出游，互潘小姐感受真歹。丽营航空表示，核对行李收据才放行是机场作业要求，但嘛承认拍唔到名是内部作业疏失，已经联络旅客退改票的费用。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高雄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内湖跨园区正前，讲有一个义工咧徛路口指挥时，含一个骑机车咧原价冤家起卡动手，双方拢提告伤害。警方提醒，这义工虽然未当甲人发，不过是经过警察机关授权，大家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定。穿乌衫的查甫人甲义工伫大路爆发冲突，伫拍花花木里，拍甲分袂开，路口放的塑胶笋也变做烧破的工具。只看到义工摔倒伫涂骹，查甫人是骑车离开。一名骑士因不服路口一交指挥，双方口角后衍生的肢体冲突。2人相拍地点倒伫内湖科学园区，警方调查，迄当时案发路段拄到上下班的时间，属于调拨车道，只开放单向通行。要过骑士不服义工指挥，坚持行这条路转去，双方就弯起来，更加演变做肢体冲突。我们义交大队本身我们就有一个慰问金的机制嘛，如果说他真的是需要说法律的那个资源上的协助的话，我们大队也会有这个机制的。交通疏导也纠纷。双方拢提告伤害，警员以车6人找到30岁细裤骑士，伊讲是对方先动手，也毋过含送罪嫌，搁加一条妨害公务。虽然讲2个人各人讲各人的，只是不服义工指挥，以早就定有听过。被车违规正越，不满义工查车向伊一直进逼，差一点啊弄起哩，也有车辆不服指挥，硬硬要违规回转，用路人无将义工当作一回事。警方也表示，因为义工只有指挥，无裁罚权利。依交经检察机关同意，并依规定判决请务，不服指挥得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处900元至1800元罚款。就算无开单的执法权，也毋过警方也提醒义工经过警察机关的授权，协助路口疏导交通，只要不服义工指挥，也是会当透过警方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核定精创台湾方案了后，国科会精创台湾推动办公室今仔正式揭牌。有国对2024年到2033年这10年之间要投入3000亿，要推动台湾的半导体，带动产业创新，和台湾变做全世界产业创新上界重要的所在。恭喜精创台湾推动办公室正式启动。始了后，光点开始运转。
在行政院协定争创台湾方案了后，国科会争创台湾推动办公室正式揭牌。上已经走在前面，前面没有人可以去 follow， 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精创台湾计划，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半导体，包括生成式人工智慧，推到各行各业。第一个当然就是半导体，第二个当然就是生成式 AI， 全产业创新，可能有智慧农业或者智慧制造业，我们都希望可以借由半导体跟生成式 AI 的科技，世界的竞争力呢可以更大幅的提升。争创台湾布局的面向，包括互相成熟 AI 甲晶片结合，加速产业创新的需求，人才培育，也有吸引国际新创甲投资。所以争创联名后续的4个委员会，分做产业创新应用、新创培育、IC 设计服务，也有人才培育的方向来进行。整体规划按算伫2024年到2033年，10年投入3000亿。当然，台湾在科技、尖端技术啊，台积电啊，大家都很强。但是有一点台湾更强的东西，我们的效率、营运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的训练。AI 来临是台湾最大的 blessing， 也是最可怕的挑战。我们有意志整合，我们有封装测试，我们有设计，太珍贵了。除了目前的规划，办公室嘛会投入观测，分析各国甲各大厂半导体相关的布局，嘛提出建议，随时调整争创台湾方案的策略甲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以下战争已经战7个月啊！这哈马斯这边嘛表示，接受埃及甲卡达所提出的停火协议，佮放出20个到30个人质来换以色列暂时停火，放出巴勒斯坦的人。也毋过，以色列这边是回应讲，这提案无达到因的要求，会佮派人去埃及继续谈判。加沙拉法民众伫咧落庆祝，因为哈马斯官员吹了讲，已经接受埃及甲卡达所提出的一项3阶段停火协议，包括哈马斯几礼拜内释放20到33位人质，另外暂时停火，也个释放巴勒斯坦犯人，甲以色列对加沙全面撤军。أنا مش قادرة أوصف لك فرحتي، إحنا طلعنا من غزة، أولادي مشتتين، أولادي بناتي مشتتين، عايشين عيشة الخير。美国国务院证实，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也讲中情局长正伫咧这个所在即时处理。不过，以色列各界官员讲，哈马斯同意的提案甲以色列协助制定的提案无同。总理纳坦雅胡讲，协议的内容甲以色列的要求差正多。בנושא של המשא ומתן והשבת החטופים כמשימה מרכזית לביתם מהר ככל הניתן. ו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פעול באופן מבצעי ברצועת עזה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第二天，以色列也对拉法东部地区实施撤离。以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会对武装分子采取极端的武力行动，希望民众赶紧撤离。不过，以色列国内也无同意见。也着和哈马斯劫持连接的海报，加上甲民众希望政府接受停火协议，也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And again, we see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s doing everything to fail a deal. 虽然以色列官员强调，哈马斯所接受的停火协议是被劣化的版本，包括以色列无法度接受的内容。也毋过有无具名的官员讲，这个协议甲以色列伫咧4月底同意的版本是同款的。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5年了后，搁再访问欧洲，昨伫咧法国举办3方会谈。法国甲欧盟是摕乌克兰甲贸易的议题来压习近平。因随后的中法会谈嘛，搁再讲到台海甲乌克兰的问题。双方对奥运期间的休战倡议是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甲总统马克宏握手问好。习近平尾下就甲马克宏，也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中法欧3方领导人会晤。Comme convenu, je vous propose d'aborder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relations euro-chinoises, ce qui nous permettra d'évoquer les sujets commerciaux, d'accès au marché, de conditions de concurrence équitables.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
马克宏加冯德莱恩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有经贸公平竞争的问题，对习近平施加压力，希望中国会当减少对因家己企业的补贴。习近平是回应讲，无论是对比较优势，也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拢无中国占领伤过多的问题。In addition, bot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especially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very turbulent environment, be it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 or in East Asia. 伫美下的中法双边会谈，双方的重点也是放伫咧俄战争、中东冲突，抑个台海紧张局势。习近平伫咧会后的联合声明，呼吁唔通照着俄战争抹黑中国。马克宏是提出对东亚危机的担心，双方也对巴黎奥运期间休战倡议达成共识。中国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Nous respectons les liens anciens qui unissent la Chine à la Russie, ainsi que les efforts qui ont été déployé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pour stabiliser cette relation. Au vu de cette histoire complexe, nous accueillons favorablement les engagements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à s'abstenir de vendre toute arme ou toute aide à Moscou et à contrôler strictement l'exportation des biens à double usage. 习近平伫咧咱5年了，再一遍访问欧洲，未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加匈牙利。一般认为，中国领导人敢若无做出重大让步。虽然习近平看起来敢若是有接受欧洲方面对贸易实行的担心，不过说落来是毋是采取实际行动，也搁会观察。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讲到新闻界最高荣誉，这普利兹新闻奖拜公布得奖的名单，纽约时报、路透社加美联社拢摕到这项大奖。有关加沙冲突甲移民的报道，上届受到注目。表扬新闻甲文学音乐成就的美国普利兹奖，初六公布2024年获奖名单。新闻奖15个类别中，8项是有关移民甲以下冲突的报道拢得奖。像《纽约时报》就以真看的报道，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得到国际报道奖。佮以亚出美国移民东港的系列报道，摕到调查报道奖。路透社甲美联社是分别翕到以下冲突巴勒斯坦妇女破地女的遗体，甲自哥伦比亚前往美国的大量移民，得到独发新闻摄影奖甲特哥摄影奖。另外几下摆得到公共服务奖的美国非营利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是因为亚洲美国这一军法院正常内幕搁一摆得奖。这个网站创立17年来，秉持为了公众利益的理念，继续进行调查报道。不过，普利兹奖委员会也公告，全球记者伫为公众利益的同时，处境也愈来愈困难。Journalists are locked out in order to thwart their independent reporting. At home and abroad, journalists face intimidation and violence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repression over free expression. 普利兹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纪念美国新闻人普利兹来设立的，继续鼓励新闻从业者写更较优质的报道。公司新闻纽眼编译。转来看国内这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讲接到陈情，讲兴达电厂开代票7亿，请厂商倒处理废水，所以甲遮有碳涂污的废水直接甲漏掉。因台电是回应讲，这电厂咧放流，是利用海水甲遮的碳涂污送去家己的池仔内底集中处理，绝对无排去外口。画面内底4支公仔直直摆土埋，直接流入兴达电厂的边仔。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接到检举，这搭抗涂炭屎的边仔，说予兴达电厂委托的厂商排废水。伊阁提出第部文件指出，业者3年来处理的放流水平一直拢超标，相关超标要20倍。这支台电开7亿为外处理废水，煞颠倒咧污染环境。那为什么这不是应该他们排放废水的地方？却透过把水排到黑塘里面去，
要掩人耳目，要掩人耳目。当初花7亿搞这个标案，是把纳税人当盘子吗？你为什么不解约？为什么不求偿？你为什么继续包庇？你为什么继续袒护？立委黄国昌表示，放涂炭屎的鼻仔伫电厂管制区内底，一般人根本无法度入去，真歹发现有违规偷排的代志。嘛，烦恼这废水可能已经流去大海，造成污染嘛。也毋过台电强调，放涂炭屎的鼻仔是封闭的所在，污染绝对袂流出去。嘛，强调甲排废水无牵连。灰塘是厂区既有的管线利用海水将那个煤灰送到灰塘。那个管线中间是直接输送，没有任何的绕流，跟所谓洪超公司的废水处理完全没有关系。针对民众党团积极委托处理废水业者无都通过验收，废水嘛长期偏超标。台电解说讲，只要废水无合格，就要求业者处理到合格为止。嘛强调电厂有水质监测系统拢符合规定。民众党团要求环境部甲电访联合去电厂稽查，台电表示欢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花莲西瓜当咧大出，毋过伫咧立国底，所有农民讲有诶要来怪手商，会用西瓜歹去做理由，讲干那要用一半价钱来收，希望会当政府斗3工。这官府是表示会协助农民甲手商来定买卖契约。这是花莲玉里镇的台九线3零路段路边有真侪西瓜担当咧卖现版的大西瓜，也毋过今年在地龟农选好搬商以西瓜内部有水伤为由，继续扑一半。西瓜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定是部分会有瑕疵，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你小小的砍价，但是它几乎这次砍价是几乎快折半砍到我们几乎连成本都不够。西瓜的买卖，它的合约是现场还可以再反悔吗？都是口头上约而已。龟农表示，欠点的瓜无够10%，现场我6万多粒的西瓜一时卖不出去，不忍心，血汗无了了。讲出农民的西瓜买卖其实当期拢互搬商不给，也毋过多数毋敢就是搬商希望官府会当斗3工。我们县府也可以来拟定一些纸本的契约，鼓励农友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未来跟我们的盘商交易的时候，可以立下纸本的契约，保障彼此的权益。这样。也毋过也有其他龟农私底下表示，要立专本契约，就等于是无人会来收龟，只好家己做通路行销。也毋过即马花莲地动了，交通无方便，只会当靠在地民众来买。一方面就是希望消费者能够一颗一颗的协助帮忙啦但是毕竟这样的速度慢，他比较希望的是能够有比较大宗的采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来帮忙协助。其实花莲菜色水果也面临同款的问题，只要沟通一段，花莲的菜色水果爱南西12点钟上白，拢会防伊卖相无好，大扑价。官府也咧甲各大卖市场沟通，希望大家会当体谅花莲政府，也会向中央争取有能实施，以保障农产品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桃园最近是定定咧熄电，敢若4月就停35届啊！这市政府是批评台电一直讲这一个案的问题，实在是交代袂过。不过台电嘛回应讲，规个桃园有9000条的线路，这送电加减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嘛，搁再强调讲，这熄电无代表讲这就是欠电。桃园定定停电，10月头又果因为航空城通报商施工的时阵，甲电火条扭断，造成大园罗德区有257号停电。民众拢希望莫搁再停电。还没到高峰的时候就这样，蛮危险的。做好是他有计划性的做啊，并不是说我这里坏了才去修。市府统计，最近6个月，桃园总共停电171遍，平均一天0.9次遍，受到影响的户数总共29万外户。尤其是今年4月就停35遍，平均一天1.16遍。这样的趋势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的输配电是非常的脆弱不稳定的那这一点如果还是用个案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难交代过去。苏顺斌讲，台电特别拢讲是个案，不过桃园的工业用电真多，人口也愈来愈多，这也不是1-2天的代志。问题是伫咧敢有完善的电网或者是用电政策。对此台电回应讲，桃园有1109条亏线，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强调停电不是欠电。桃园近期的事故停电，每起停电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事故的原因也不同，经抢修后都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桃园区处再次强调，事故停电不等同缺电。
台电同区营业处今仔日开始会启动专案巡检，出动180人加强巡视配电设备，希望会当伫咧突然间停电进前就先发现问题。但是到底是系统性的问题，也是个案？台电加同市政府的看法无同，不过民众只敢若希望会当有稳定的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三星乡公所因应近期又过来到报产时，开放民众摕厝内要回收的来换有机肥，喷水变乌金，回收再利用，嘛向民众宣导正确的回收观念。咱正式春的喷，加水过滤掉了，清洁人员甲内面的粪扫捡起来，倒茶壶入去蓝蓝拌拌的，结果放在发酵桶内面25天就变成有机肥，这就是喷变成乌金的规个过程。滤水平台滤水完，减持垃圾，经过脱水，进入到混合搅拌机，跟木屑一起混合搅拌。然后进入发酵槽。宜兰县这个人5格加三星乡有独回收厂，不过最近5格的回收厂要细收，全县一天差不多10到17吨的量，拢由三星厂来处理，数量真多，希望民众卖浪费食物，减少喷量。来，谢谢您。民众摕塑胶杆到公所换一包差不多3公斤的有机肥，自吹背开始，民众只要摕回收物，就当去公所换免费的有机肥，一个人一边限定5包。咱有公告哦，这个表格，每100瓶的保特瓶就可以换1包2至3公斤的有机肥料。乡公所讲，这嘛是春天耕作的季节，有机肥会当让农民好好利用，也就是向民众宣导正确的回收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大声宣布讲，对今年的9月开始，除了卫福部提供的各种查某学生会当讲会做 HPV 的预防针，各种2年的查甫学生嘛会当来做。男孩、女孩都保护。做人类连续病毒 HPV 疫苗，通预防胃着 HPV 病毒。目前卫福部公费 HPV 疫苗，敢若提供予各种查某学生。台北市宣布9月开始，台北市各种2年的查甫学生，市府也提供公费9价 HPV 疫苗注射。所以这一次我们台北市增加了1600万的预算，那预计大概有1万的国中男生会受惠。那我们预计的施打比例大概可以到70%。过去 HPV 疫苗或做子宫头癌疫苗，以前互人误会，敢若甲查某人有关系。但是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不管查甫查某，一世人去患着 HPV 的机会有8成，而且 HPV 唔来可能造成女性子宫头癌，男性也有可能因为 HPV 致使头颈癌、粪口癌这款病症。那查甫查某拢做，通提升群体免疫力。男生为什么要打 HPV 疫苗？因为男女会互相传染 HPV， 你知道你生的话，这个叫做事倍功半。哦，你就是要男生女生一起打的话，才会发生群体免疫的效果。而且呢，无论男生女生都会因为 HPV 得到一些生殖器疣。专家表示，全球134个使用 HPV 疫苗的国家当中，有56个国家无分性别拢做 HPV 疫苗，大部分拢是先进国家。专家建议，咱若财政状况会使负担，要对着国际上的脚步。市府表示，接下来会开始进行 HPV 疫苗的校园卫生教育宣导，增加大众对 HPV 疫苗的认知，让台北市的各种学生受到完整的保护。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中和台北营总跨界合作，甲文物印做牌仔卡，唔但能透过耍牌仔实在文物，卖当增加互动，激头脑，防止失智。将各种典藏的重要文物拢印伫卡片，一寡充满艺术性的牌卡，其实是作为轻度失智者加强认知功能的利器，也都因为台湾即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国中甲台北营总合作，共同发行认定牌卡，透过认识文物、人际互动等方式，活化老大人的认知功能。适合用在失智症者是轻度可以沟通的部分，轻度 OK。那中度的话，可以试试看。中度之前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还有社区的长者也可以做进行。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整个的状况，我当然希望我的老来不要让子女或自己能够提早这样子的预防。
这名治疗师表示，像脆骨白菜等文物图像，那会当互轻度失智的长者想起过去买菜、洗菜市啊，甲家己动手煮食的人生历程，是真袂歹的领地活化。透过教材跟教具的一个互动与认知后。然后让文物转化为生活体验跟探索生命记忆的一个钥匙。到2025年，其实就20%的人口以上都高于65岁，65岁以上的人有7.99% 的民众呢失智。台北杨总强调，随着社会高龄化，失智症的发生率一定增加。安怎预防甲减缓失智，拢是重要课题。透过认知牌卡，透过这寡会当认识节庆数据，实物回馈的多样，和长辈分享生命的历程，也是一种技术辅助治疗工具。未来会继续推广到社区活动中心，帮助失智者为家庭行向社区减缓退化。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健署的调查，真侪时代拢因为喙齿无好去影响到食食，造成身体退化。所以今年有举办一个时代料理比赛，开发更较侪适合时代食的料理。70%的民众他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有这个缺牙的问题，而有6%的民众因为牙齿状况不好，限制了他饮食的摄取，导致他有所谓的这个记忆力减少跟衰弱的情况。根据国健署调查，65岁以上的时代就6%因为喙齿无好去影响到食食，进一步造成身体衰退。要互时代食的肉食了营养有够额，台湾多个美食协会理事长建议，会当透过料理的方式调整食物的硬度、大小，也通利用无加工过的物件参减正，互时代食会到口味，也食了健康。先把它蒸，让它稍微蒸软。然后让它切割的大小大概在3公分或1.5公分，可以一口可以咬得下的那个的分量。我不加任何很多化学的一些添加物的东西，只是用很简单的胡椒盐。国健署长期推广一地调整食食，也就是用在地食材配合料理方式，做出互时代步有法食的类料理。国健署今年也举办时代创新料理比赛，希望招大家同齐开发时代的食谱。未来得奖的作品嘛，安算放伫国健署的网站顶，让民众通参考。这些得奖的作品，或者是餐厅业者，我们都会在我们网站，甚至于我们会做一些未来会集结成册。国健署表示，台湾每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啊，也就是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时代，创造时代友善的食食环境是愈来愈重要，这也是因的目标。希望未来有更较侪业者通投入改善菜单，调整食饭空间，让时代出门食饭通食了安心。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报天气情况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中部地区27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0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刚，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